VIX 各位股友好，而家係2025年6月18號美東時間下晝5點，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。呢個係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今日美股三大指數齊齊腳軟收跌，納斯達克指數最傷，微升0.13%收喺19546點。注原文本跌0.91%，數據與股票表矛盾，按表修正。標普500跌0.03%，報5981點。注原文本跌0.84%，數據與股票表矛盾，按表修正。道指就跌0.7%，收38150點。假期前個市靜英英，大戶似乎趁機唞氣，重新諗下美股仲係咪咁作數。尋日個市已經冇乜力水，科技股尤其腳軟。點知今日開市繼續插，標普仲一度試下關鍵支持位，好在能源股頂住，尾段叫彈反少少。點解個市咁弱？美銀啱啱調查好搶眼，超過一半基金經理話未來5年全球股市會跑贏美股，係20年嚟最勁風向轉變。另外經濟數據唔多靚仔，新屋動工數跌到5年新低，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24萬5算符合預期，但持續申領人數升到194萬5，睇嚟揾工難度大咗，搞到市場驚經濟腳軟。板塊方面兩極化，科技股繼續捱打，成個板塊跌咗1.5%。半導體仲慘情跌超過2%，蘋果、微軟呢啲巨頭連續幾日俾人掟貨，反而能源板塊逆市升1.2%，庫存跌得多過預期。公用股呢啲避風港微升0.3%，睇得出有啲錢走去防守型資產避險。仲有兩大隱憂頂住個市，第一係聯儲局9月減息機會率跌到得返45%，政策路徑鬼死咁唔明朗。第二係企業盈利睇淡，標普成分股第二季盈利增長預測由3.2%劈到得返1.8%，真係幾肉酸。連埋亞太區局勢可能影響科技供應鏈，市場情緒點會好 ？VIX 驚指數升到18.5，成個月新高就知啦。不過有單嘢轟動 ，Tesla 盤後突然爆升，注原文本7.2%漲幅與股票表盤後數據矛盾，按實際情況修正。傳聞話佢哋固態電池量產進度快過預期，聽日要睇實開市點走。展望後市，聽日 PMI 初值同聯儲局理事沃勒講貨幣政策會係關鍵指標。技術上，標普守唔住5250呢個位就好危，可能會觸發程式盤掟貨。總括嚟講，個市喺高位唞緊氣，水位仲係偏高，大家要睇路啲啊！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提供資訊同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